炒股唔使驚 ，Ben 哥喺大廳。乜嘢係股票價值呢？股票價值指嘅係通過企業嘅盈利能力、成長性、資產情況等等指標嚟到判斷呢間公司嘅股票值幾多錢。估值就係判斷呢隻股票當前嘅股價係平咗定係合理定係貴咗。我哋散戶可以通過股票估值知道呢隻股票依家嘅股價值唔值得買。但係股票嘅價格並唔係等於呢間公司嘅價值。短期嘅股價可能會受情緒或者市場各種方面嘅因素影響而波動，但係長期嚟睇，就算呢隻股票依家股價平咗又好，貴咗又好，佢嘅股價最終都會回歸到呢隻股票合理嘅價值範圍。舉個例子同樣市值嘅兩間公司都會出現唔同嘅估值，譬如 A 公司同埋 B 公司同樣都係市值100個億，但係 A 公司嘅利潤係10億，而 B 公司嘅利潤只有2億。通過呢個數據我哋就可以得出盈利性更強係 A 公司， B 公司稍為盈利更弱，但係 A 公司嘅估值更低，而 B 公司嘅估值更加高。估值一間公司嘅方法有好多種，而我哋經常用到呢就係相對估值。相對估值就係通過呢間公司同其他公司進行對比，嚟到判斷呢間公司當前嘅估值係咪合理。相對估值簡單可以理解成唔係計呢間公司值幾多錢，而係睇呢間公司同同行嘅公司嚟比貴定係唔貴。呢個就要用到 PE 數值，用呢間公司同埋其他同行嘅公司進行對比，嚟到確定當前呢間公司嘅估值係咪合理。PE 嘅全稱叫市盈率， PE 就係等於股價除以每股嘅盈利，或者係呢間公司嘅市值除以公司嘅淨利潤。通俗啲嚟講，就係我哋散戶願意為呢間公司1蚊嘅利潤支付幾多錢。譬如話呢間公司一年係賺1蚊，如果市場願意俾呢間公司20蚊嘅股價，咁佢嘅 PE 就係20倍，亦即係話我哋散戶投資呢間公司需要20年先至可以回本。呢種相對估值嘅方法比較適合於盈利穩定嘅公司，或者係成熟行業嘅公司，同埋周期比較弱嘅行業，譬如銀行、消費、家電同埋傳統嘅製造業。但係估值唔係股價嘅預測器，估值係我哋散戶嘅參考工具，並唔係話用估值嚟到預測股價。因為一間公司就算佢估值合理都好，佢嘅股價依然會受市場情緒、資金流動、宏觀環境同埋行業嘅周期等等因素影響。但係高估值並唔代表呢間公司即刻會下跌。有好多靚嘅公司長期維持住高估值，但係股價依然持續上升，亦即係我哋成日所講嘅高市盈率公司，亦即係話市場願意為呢啲未來增長嘅高 PE 公司付出入價。同樣嘅道理，低估值嘅公司並唔代表佢即刻會上升，因為佢都受到行業嘅衰退，或者公司嘅成長性不足，又或者市場對呢隻股票信心唔夠，並唔係話好睇好。呢啲等等嘅因素都會影響到呢啲低估值嘅公司唔會即刻上升。呢一種情況就被稱為價值陷阱。我係 Ben 哥，喺廣東深圳得閒飲茶，為語財經點讚。